抖音啊，超链接按下去可以哦，可以连到网络 YouTube 的频道，按加号，按那个画面中间下方那个加号，然后来上传，按上传，上传影片。下一步，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救苦真经，国语版。爱想活堂到清前线，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第2年，快年底了，12月份了，晚上利用 LINE 通信软体、手机程式 LINE 来做线上的读经、读诵弥勒救苦真经。然后，这个上传怎么这么慢呢？所以有时候事情都是遇到这个网络不顺了，耽误时间了，或者是就没有心情上传影片了。所以说顺利不顺利也是成败的关键呢，也是成败的原因呢，也可以说是主要的关键哦。所谓的耐心啊，耐心等待网络顺的时候再上传嘛。先做别的吧。有时候可以用做那个电脑版没有印象。上传到 YouTube， 竟然也有发现有播放清单呢。到底播放清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刚开始15秒，后来变1分钟，后来变3分钟，现在可以上传5分钟影片。抖音程式有分大陆版还有国际版，大陆版2016年开始，国际版2017年开始，今年2021年，现在12月16号了。所以抖音呢，还没有很久，但是已经全球很多国家的人都在用，影片量非常多哦，可能是好几亿哦。2020年下半年说删掉了影片哦，这算是短影片了，短视频，删掉了8、9千万部的影片，可能也是删掉一些不适合年轻人看的影片，还是一些涉及到赌博还是广告，赌博还是那个毒品还是色情等等的影片都是要移除掉。按下一步，加声音，这本身有声音就不用。那跑到看别人的影片了，要看自己的，看看有没有上传。没有，还没有上传。你看那影片目录上面有3个字，已置顶，是怎么做的呢？在观看影片做分享，观看影片做分享的时候，按一下观看影片，按加入最爱，按一下画面呢，按加入最爱，可以按赞，赞越多越好。然后来按右边下方3个点，按3个点是分享。分享可以选那个
有网友的了，有你看，还有这个什么 F 第二行第一个 F 是脸书，脸书以后说要改为元宇宙了，然后 email 电子邮件了，信息的 SMS。Messenger 是脸书的聊天室，物质连结的 Line 了，那韩国人发明。通信软体那 QR code 也可以呢。QR code 让人家一扫描就连接那个影片了，但是这个是抖音的呢，也要有安装抖音的程式才能看哦。还有其他资料分析啊，储存影片呢，置顶有没有看到置顶？第三个有看到大头钉，这叫图钉嘛？这叫图钉啊，这是大型的图钉。有看到图钉吗？有置顶，按下去就会置顶哦。按下去它会置顶，也可以合拍，画面拼贴呢，还可以画面拼贴哦。这个做介绍了，做古今啊，或者是这个动态、静态的画面拼贴，也可以移除，也可以隐私设定，还可以设定为桌布，还可以用动画呢 ，GIF 动画格式分享，也可以删除影片呢。你看内容很多耶。现在选那个脸书 F 就是脸书，现在选脸书。自己上传的影片有这个音乐，或者是读经的，或者是唱道歌的，应该也可以。然后以后再上传的影片要用这个音乐歌声，就可以。你看，加入最爱，然后是用这个音乐，使用此音乐，这样来操作。那这个怎么加入？怎么知道这个影片？看有没有看到这个在转动？右下角也在转动，这个按下去，右下角圆形的有在转动的图像，这个按下去，你看就可以知道这个音乐是什么名称。这个音乐名称是刚开始是叫做原创声音，然后右边有一支笔，按下去，然后可以更改这个名称，然后有加入最爱使用此音乐制作出来的影片就会排列在这边的，这等于是一个标签了哦。然后跟这个标签有关的影片都会排列出来，越制作越多，画面就整个满了，还可以向上滑，还可以按分享出去，另外看右上角有一个箭头向右的分享，再分享出去，也可以分享到好多哦。你看网友还是那个电子邮件，还可以举报音乐哦。影片还有举报的呢，如果不当的影片呢，色情或者毒品或者是赌博，那是诈骗哦，那是危险的，介绍黑社会的呢，作案的情形，看到枪支的，看到毒品的，都看到色情的都要举报呢，或者是内带的那个要举报，你看，也可以 QR code 呢，